修理，修理。我每天唔記吃行茶洗澡。我每天唔記吃行茶洗澡。我每天唔記吃行茶洗澡。我會牽你的腳踏車去修理。我會牽你的腳踏車去修理。我會牽你的腳踏車去修理。識走，識走，識走。吃早餐，吃早餐，吃早餐。愛搭熱識走，按樣對身體較好。愛搭熱識走，按樣對身體較好。愛搭熱識走，按樣對身體較好。要每天吃早餐，這樣對身體比較好。要每天吃早餐，這樣對身體比較好。要每天吃早餐，這樣對身體比較好。讀書，讀書，讀書。讀書，讀書，讀書。佢係好讀書嘅學生誒。佢係好讀書嘅學生誒。佢係好讀書嘅學生誒。他是愛讀書的學生。他是愛讀書的學生。他是愛讀書的學生。來，食飯咯！哇，風菜糖咧，牙籤開食咧，什麼強壯太熱咯，辛苦咯。你台北吼，較無機會識嚟傳統客家菜啦，多識台位。你烤肉吼，係最好食咧。強壯太熱，也係阿韓最好食嘅烤肉。阿叔啊，有個生意呢，今日啲學校喺面發生乜嘅事情啊？我啊，是吧？按掉咯。最近冇乜事情。咁仲會點咯？冇買事啊。冇要緊啊，你打肚子以後，我當做東西俾你食啦。阿坤你啊，你台北喺忙食嚇？爭到太空我嘅叫，幾十年哦，你可能臭夾夾嚟啦。阿妹，係啲乾皮啊。佢寫嚟吼，夾埋個皮，遇到個鳥吼，好好看。有樣啊？錯啊！你一時喺上台北啊？田公英啊，本單吼，我冇去做呢啦。不過，我按後生嘅阿妹貼俾去參加嘅頒獎典禮，佢上日做吼，我唔放心啦。你看，佢上都按獎，按後生又按等你食，係如何本意過來做嘅？我用個真真好。講法唔答不切，很夾實。根本識同嘅哦，啱唔會講法。正經嘅啊，唔知甲看，老眼喺面動槍。夾到去食。你下次啊？看來我冇朝早上去做唔得了吼，無聊到見呢，就要本佔去嘅啦。係啊，妹妹係啊，明明就來參加我嘅頒獎典禮，因為已經講嘢嘅事情，阿叔咪人較好。你屁亂啊！你阿妹嘅心肝肚吼，你係模範生呢。是不啦？媽哪有可能太細心？係因為我較少做，佢專門做個好食嘅